好啦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10月13號啊，咁啊翻嚟明報杯上賣新擊嘅時間。咁啊，今日同大家去睇下個內地 A 股同埋新加坡 A50啊。咁啊，當然受到嗰個中美貿易摩擦嘅影響，A 股都麻麻地啦。咁啊，你見到呢幅圖表呢，就係上證指數嘅周線圖。我哋早前都有畫過俾大家聽嘅，你見到2007、2008、7年啦，當其時嘅高位啦，咁啊呢個就係2015年嗰個高位啦。咁引申過嚟呢，其實過去嗰幾個禮拜呢，都繼續徘徊喺呢個位。咁啊放完個10月1號假期之後呢，你見到個上證指數呢，衝過上去，最高3936。咁衝完上去呢，但係上個禮拜五呢，係完全冇承接。而令到個周線咧就出現一個叫做所謂嘅倒轉錘頭出現。咁佢講嗰啲咩説話俾我哋聽呢？就係暫時嚟講呢，佢唔能夠再進一步上去，會有機會調整啦。咁結果呢，就中美貿易摩擦喺個週末出現啦。咁個 A 股呢，一口氣開低，開到3800，但係好在佢 intraday 叫彈翻上去，去到3873。但係如果你純睇技術面咧，受到上星期嗰個倒轉錘頭嘅影響咧，會有機會咧令到佢咧暫時嚟講佢都上唔到嘅。好嘅地方就係樂觀啲嘅，佢咪繼續喺度徘徊咯。如果唔樂觀嘅，再繼續失守落去咧，佢有權穿下面咧嗰啲50天 moving average 3773再調深啲嘅。所以變咗暫時嚟講咧，喺而家現水平，雖然今日叫做彈翻上去。咁但係彈翻上去之後呢，佢唔承接呢，佢仍然都會有機會再進一步跌落去，甚至乎再低啲嘅。所以變咗呢，而家佢都要守住呢條黑色嗰條線。咁一旦失守呢，佢會調再深啲嘅。暫時最好等佢企穩，然後承接翻再衝上面，我哋先可以再買翻佢，逆轉到上個禮拜嗰個倒轉錘頭。咁至於新加坡50呢，佢就差啦。嗱 A 股即係翻嚟嗰一日呢。叫做破位上，但係你見到新加坡50咧都完全冇上到嘅15340最高15340，只不過係企翻喺10月頭嗰啲高位，冇再進一步上去。咁結果禮拜五就跌咗落嚟啦，今日再進一步跌啦。嗱，技術面上面當然佢係差嘅，佢仍然都會有機會咧跟隨個市咧或者大市咧調整落去。咁如果數落去咧，下面20 moving average 大概14250左右，佢係有權落去下面呢啲地方嘅。咁啊，暫時嚟講咧，我哋認為咧個港股、A 股、新加坡50都係屬於一個升市裡面嘅調整，而調整咧。佢上證指數都係一樣㗎，你可以睇到4月嗰陣時係講緊3040，升到去10月翻嚟第一日10月9號3900幾，其實係升咗成30% 接近。咁而家出現調整係合情合理，咁所以變咗咧，暫時嚟講咧，我覺得就會有機會樂觀啲咪橫行咯，唔樂觀嘅就會出調整，一出調整咧佢可以行翻深好多，所以變咗大家就唔係喺呢個時候可以買嘢。就係咁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，留言俾我，拜拜。